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 Reduce Workload AI 嘅 AI 教學影片。最近討論到超高嘅 Claude Bot， 俾人描述為接近24/7嘅 AI 個人助理，個個都想用，但並唔係每個人都識用。呢個網站就記錄咗全球有幾多個用家曾經將 Claude Bot 安裝喺公開嘅伺服器。將 Claude Bot 放喺公開伺服器嘅主要安全風險就係 token 或者係 API key 會洩漏俾人知，亦即係開放俾人任用。黑客可以透過呢個網站進入到嗰位用家嘅 Claude Bot 控制版面，佢可能嘗試入侵你，而且攞走晒你入面嘅資料。想安全咁使用 Claude Bot， 可以參考以下文章。Claude Bot 雖然好勁，但都千祈唔好俾晒所有資料佢，要設立適當嘅限制。方法2，唔好下載來歷不明嘅 skills， 因為呢啲 skills 任何人都可以整，並且上載至呢個網站。如果你真係需要一啲 skills 嘅話，可以去 GitHub 呢啲有聲譽嘅網站，因為佢有完善嘅審核機制，咁就可以減少下載到啲來歷不明嘅程式。喺下載 skills 前問下 AI 入面安唔安全，會唔會有啲惡意程式偷取資料。如果想安全玩 Claude Bot， 安裝前就問下 AI 點樣 set up 先至係最安全。想知道更多有關 AI 嘅資訊，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